这条歌真特别，这条歌头前伊用头前来开始，然后用这个副歌的迄个型来结束。所以总是中午咧吟的时阵，每一节咱拢会当刷落去吟，每一节拢会当刷落去吟。这条歌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伊是加纳迄个出对非洲的曲，然后这个词是咧对咱讲，咱既然互主所听，咱爱会记得，咱是啥物人？咱是迄个愿意为朋友洗脚的人，然后咱是愿意为着好嘢厝边、送向厝边的人、服侍的人，咱会当屈家压落的人。所以这条歌，迄个歌词真有意思。总是咱无真熟这条歌，可能迄个吟的时阵会较特别。总是求上帝用听，真正充满咱。伫今仔日爱多谢咱大家伫早起时遮尔早就来有可能今仔日是今年上冷的一天啦有可能。所以咱的边仔尽量爱济人，咱爱知影什么叫做人气啦人有人的所在就有温暖甲烧气，所以请咱边仔尽量爱济人，安尼较袂去互冷着啦愿上帝帮咱夫妻，真正有上帝温暖，就甲咱做伙伫地。咱过来吟第一节就好第一节来，耶稣预备来，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慈悲。伊归了朋友脚前，静静来洗因的脚，主人正做路步地，好使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第二节来，厝边有好野松香，厝边有无相梦中，厝边也无分贵贱，君无上整作啦无上整作，好来。咱即时来献开圣诗第375首。这条歌是祈祷的歌，所以祈祷的歌上尾咱会唱阿门。这是新圣诗真特别，过去旧圣诗内底有每一条拢阿门但是新圣诗就无。因为新圣诗画歌是人所讲所吟的，所以特别只有伫祈祷的时，所以这个祈祷其实是立志的祈祷。伫新春的期间，特别是旧年要开始，求上帝特别帮助咱，互咱真正立志真做。咱今年。行去到倒落，上帝拢做咱主宰的根据甲根源。咱透过这条歌来吟来，一个音就好，来，375，不好意思375，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来，咱听这条歌来。着大声的你。日子快乐日子，着用什么言辞来表达欢喜？咱感谢主旨，纪念上主大有，着献什么歌表达乐敬尊？好，这条歌咱无遐尼熟，
总是上帝要甲咱做伙伫地。这条歌其实是告别过去，为刷落来即日来祈祷的歌。然后，这条歌嘛有一个真特别的翻译，因为咱今仔日经在内底读到温数，就是每一个人温数吼。其实温数原文的意思是礼物，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帝赐予咱每一个人有真大的礼物，然后咱透过这个礼物，求上帝帮助，互咱会当伫刷落来日子内底，勇敢往头前来行。所以，咱来读一个歌词吼，第一个歌词就好，来预备来，着带声礼物，伫这快乐日子，着用什么言辞来表达欢喜？咱感谢自执，纪念上主大恩。着献什么歌表达乐敬尊？好，来做伙来吟吼，预备来。着大声礼物，伫这快乐日子，着用什么元素来表达欢喜？咱感谢主旨，纪念上主大有着还的米歌，表达乐敬尊。咱来读第二段的歌词吼，第二段的歌词来做伙来读来，为过去感恩，有义上的正人。因财政甲管压来实现美梦，为现在感恩，为学习，为敬奉，为宣告使命，化祈祷做行动。做伙来，预备来，为过去感恩。有异乡的情人，因在正家干来实现美梦，为现在感恩，为学习，为敬奉，为宣告使命。化祈祷做行动，愿上帝帮助，互咱伫每一日拢知影上帝的恩典。这大家平安，平安。让咱安静心开始敬拜，请走吧。
上主啊，阮感谢你，志愿者唱歌称赞你的名，实在真好。阮早起时报用你的慈爱，下昏时报用你的信息。咱三角来学罗圣诗，圣诗78首，圣诗78首。耶稣，耶稣用听充满阮，耶稣，耶稣用听充满阮。请起立。联手。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伊归那朋友脚前，静静来洗因的脚，主人正做路布地，好哉！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有好行松容，厝边有无相争中，厝边也无分贵贱不分。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阮应该为因服务，阮应该对因听声，因大家拢是你阮厝边。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听互阮去家归人，亲像萝卜来服务，阮应该安尼甲你。当我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请大家永远记着，
用许多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歌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大家来启文51篇，启文51篇，圣诗的后面1093页。我来启，请会众来用。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会开力。心离开上主，这款人就受咒诅。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无人徛起会咸地，因为亲像风暴袂大丛的树，福气到的时看袂到。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迄款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树栽伫水边，滚旋到溪边，炎热到也无惊。叶悠然青翠。抗旱的年拢无挂虑，照常结果子。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年日，你看顾阮，互阮伫你的厅内面得到平安。主，愿用欢喜的心来到伫你的圣殿敬拜阿罗。愿知伫你的恩典内面。阮所有罪的人，拢会当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互阮会当安然无惊吓。求主，互阮甲你亲近的时，保守看顾阮的心，排除所有会影响甲你亲近的因素，互阮用诚实的心来服侍你、敬拜你。主啊，伫阮拄着困难挑战的时，求主加添阮的信心甲开力，伫新的年开始，求主坚定阮的心，互阮专心倚靠你，每一天有主的慈爱甲恩典充满伫阮的心内。愿求主赐福看顾阮，迎接你带予阮的祝福甲启示，也透过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互阮明白你的心意。照主的心意去行，来荣光主的圣名，也求主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照主的旨意去计划逐项的事工，同心推动甲来进行。今日上年团结也到伫八地教会献诗，一切平安，求主赐福，也互学校青年联合营会。伫花莲的行程，有主的保守甲带领，看顾出入拢得到平安。愿感谢主，愿也将今仔日的敬拜完全交托伫主手中。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来看上帝的话，圣经新约罗马书1章1节到7节，罗马书1章1节到7节。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奉上帝选召做使徒，特派来传伊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上帝早前通过伊的正先知，记伫圣经的应允，在讲起伊的囝，咱的主耶稣基督。对人性来讲，伊是大别的后代；对圣洁的神性来讲，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国活，用大能力
显明伊是上帝的囝。反对伊得到恩赐做使徒，为着基督的名，要互万民信来顺叹，嘛包含恁遮的受选召、归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这张批，互恁所有住伫罗马、上帝所听、所敬调做伊信徒的人。愿咱会被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这时，请社青团契来学乐愿。请牧师来正道题目不寻常的问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有过来的团契，其实伫外口咧服侍，亦是咧营会。总是不管偌侪人，总是感谢咱大家伫今年可能上冷的即天来到这个所在做伙组织。愿上帝恩典甲温暖，拢甲咱做伙伫地。所以我要邀请你，检采。你边仔我拄仔讲过吼，我毋望大家边仔身躯边爱有人啦吼。然后咱若方便，咱等者会当去握手握迄个请安，甲握手，互迄握着迄个比你的手较小的迄个人为止，安尼啦吼。
所以我要请咱大家徛起来，尽量会当甲附近的兄弟姊妹有一个请安，互伊领受到温暖的过程。现在来讲，新年恭喜！上帝甲你做伙伫地，吼。食饱。有当时啊吼，我有可能迄个过几礼拜啊，我会请大家迄个趁起来请安的时阵吼，先线交换一个位置啊吼。因为咱坐的所在时常拢会掠做，咱拢永远坐迄个所在吼，迄就是我的位。总是有当时啊换一个所在来敬拜上帝嘛袂歹，吼。所以我过几个礼拜啊吼，会邀请咱来换一个位。愿上帝平安。甲温暖祝福，拢甲咱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怜悯阮有限，总是阮知，当阮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你的话，你圣神就要甲阮做伙伫地。求上帝帮助扶持，互阮拍开耳孔听见。伫早起时，你要按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主前3000年，就是距离现在至少5000年以前，伫古埃及的文明内底就发现有文字这项代志。然后伫当时，就是主前可能差不多2500年以前，迄个古埃及，咱来知影即摆吼，埃及学真流行。古埃及就有学校内底课程，咧教人安那写批，所以可见，当文字产生了后，过无偌久，人就用批信这种方式。来做人甲人中间信息的沟通，甲信息的管道。过去咱来知影，这个批真少，嘛真罕见。是安怎讲？咱来知影，咱即摆捌字的人吼，到现在至少大概伫台湾可能超过95%以上捌字。总是伫过去，特别是真久长的年岁来大概所有的人捌字的这个比例未超过5%，听有意思无？真久长的日子内底，会晓读会晓字，常时将这个字读出来，解说这个意义。其实大概伫真久长的年月内底。全世界人口未超过5%，所以真少的人，过去的人真少人捌字，所以这个文字所伫古早来讲是真少、真罕见。常时有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这个过去写批的人，嘛爱有会晓读批的人，听有意思吼？就是写的人行去。遐嘛爱有人会晓读这个批，互人知影这个意思。所以这是真，所以批信这样代志伫古早是真罕见、真少。所以通常伫古早的时代，批信拢会用真优雅、真正式的文字来书写，然后收批的人。因会当是个人，或是团体，所以刷落去，迄个寄批就是邮政的系统，也因为安尼来产生。然后邮政的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传达信息的系统啦。所以伫美国，伫每一个国家其实拢有迄个系统的过程。就亲像咱今仔真熟悉的马拉松，真侪人真爱走马拉松，迄个马拉松，咱爱知古早就是传达信息的人，伊要去达因的城市讲，要攻打咱的对敌来啊，所以伊就走去到伊的城市，宣布这个消息了后，就拍落去死去。这是马拉松的由来。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邮件也是批信甲讯息的传达，这后来也真做，就是真做咱今仔所看到的邮局啦。虽然即摆邮局渐渐会互人，嘛有可能会互人淘汰，嘛无得靠啦吼。我相信这种古早的形式、文字传达的方式，可能袂互手机啊所取代。总是这种传达信息的方式，就是批信。事实上，伫过去就真做上帝福音的出口甲管道，就亲像咱今仔所读到的这张批，这是一张批，然后这就是罗马书。罗马书第1章第1节的 A 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圣经，做伙来读来。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保罗是罗马书这张批的作者，历来大概无人怀疑，总是伊所写批去的对象，都有真侪猜测，真侪人咧译。罗马书第1章第7节，咱这个一开始罗马批信的古早的请安的话。第7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写这张批，予恁所有住伫罗马，上帝所听、所选调做伊信徒的人。原文应该是做，予伫罗马为上帝所听、受调做圣徒的证人。圣徒这字。只要是伫圣经内底有藏着圣，就表示互上帝分别做圣，住伫罗马的基督信徒。伫旧约内底，圣这字甲分别有关系。就亲像出来记28章第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遐会得到我智慧的神，充满的牛的师傅。你着吩咐因甲阿伦做礼服，互伊分别做圣、做祭司，服侍我。上帝吩咐摩西特别做一领礼服，互一个有限不配的人担负这个圣职。是安怎？为着要互人。出来记19章第6节讲，互人成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保罗伫遮引用的，伫伊的批信内底引用的是一个旧约的概念。伫伊的批顶头，其实时常用圣徒来称呼当时的信徒。所以每一个信徒，所以圣徒。毋是代表这个人特别神圣，圣徒的意思就是甲上帝有关系啦。所以当咱来到这，咱拢会当互人称作圣徒，因为咱来到这为着要甲上帝有关系。简单来讲是安尼。然后是安怎？保罗咧写这条批的时阵，罗马已经有教会咧，初代教父约西比乌、耶罗米。甲欧罗修拢认为彼得捌担任过罗马教会主教，总是先到后来就开始怀疑啊，讲保罗咧写罗马书的时阵是安怎？那彼得是罗马教会的主教牧师，是安怎？伊无彼得请安？
是安怎伊嘛无写着保罗彼得。所以近代的学者大部分认为，这是罗马的教会强调彼得使徒传统发展出来的讲法。根据一份主后4世纪下半段的文件，当时对罗马信徒的描述，近代学者大部分认为，《使徒行传》第2章第10节所讲到迄个五旬节圣神充满的时，迄个群众内底，当时群众内底有徛起伫罗马的人，后来因伫遐归信，转去罗马。《使徒行传》第7章40到第8章的第1節，伫司提反殉道了後，耶路撒冷的教會拄着迫害，才信徒分散，所以新亞加嘛猜測有一部分的人就來到羅馬。咱愛知羅馬是當時羅馬帝國的首都，就親像台北同款，台灣的台北。所以人會去到羅馬，有機會會走去羅馬來追求會當工課，就是甚至會當好嘢的機會。然後真濟努力也互人會袂去到羅馬。所以咱是推測，新亞加現代新亞加是安尼推測講，大概基督徒是安尼來。然後基督徒來到羅馬，伊若是真正的基督徒，伊就會去找基督徒建立教會。這是羅馬教會由來。保羅稱家己是基督耶穌的僕人，這延續了舊約先知的宣告，就親像以賽亞書49章到66章的僕人的歌。所以保羅自稱伊是僕人，就親像先知咧宣告講，彌賽亞的時代已經來。總是學者嘛咧提醒咱，羅馬書的學者有可能有真濟對猶太傳統內底這種真無識的外邦基督徒，所以換一句話來講，僕人的另外一個讀法。因咧建議講，咱嘛會當讀做是保羅咧當時羅馬社會內底，因有一種贊助人的一個特殊的邀請。換一句話來講，保羅講伊是耶穌基督的僕人，對無？伊服侍耶穌基督。這群人若是耶穌基督軍隊耶穌基督的門徒，因保羅毋茫因會當來贊助。因為這佇咱後禮拜咱會讀到，因為保羅毋茫即群毋捌伊，因為伊毋捌去過羅馬，佇即張批教的時陣，伊毋捌去過羅馬，所以伊毋茫即群毋捌伊的羅馬教會基督徒會當支持伊去到西班牙宣教。羅馬書第1章的第1節尾段是安尼講。做伙來讀這段經節，做伙來讀來，奉上帝選召做使徒特派來傳伊的福音。原本是做受召做使徒，被分別出來，旨意佇上帝的福音。這句話其實甲加拉太書的寫予加拉太保羅寫予加拉太的迄張批。第1章第15節真類似，保羅用受召加分別出來，咱直接讀無到吼，分別出來，其實分別出來，我頭拄有講過，迄就是性的意思，來指出伊家己這個使徒的職分。使徒佇古典的希臘文內底是指迄個出海軍隊的指揮官，用現代語言來講，就是大使。聽有意思吼，使徒其實就是大使的意思，就是換一句話來講，
就亲像咱派伫别个国家的大使，所以这个大使伊到代表伊家己，毋是吼。人尊重伊是因为伊代表伊的国家，就是伊的王，听有意思吼？所以伊并无真要紧，要紧的是伊代表的，这就是使徒。所以保罗称伊成做外邦人的使徒，是上帝呼召的结果。总是伫初代教会内底，使徒这个字是一个权威的职分，需要下两个条件。咱来读圣经，咱若捌读使徒行传就知，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叫做捌看过，就是主耶稣伫这个世间生活的时，捌见过主耶稣的人。这记载伫底？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章21节到22节。这是第一个条件哦。使徒只有两个条件尔。第二个条件是伊会晓行新约技术的文书，伊有迄个行新约文书的文书。这记载伫哥林多后书12章第11节到12节。上时有第一个条件，才有第二个条件，听有意思吼？所以第一个条件是上要紧的，就是捌见过主耶稣。这就是使徒的条件。所以，若无别人证实，就是认可，其实无一个人会当安尼自称。保罗事实上并无伫耶稣上开始的军队者，迄个互人推选的使徒的迄个门槛内底，其实伊并无。咱若读《使徒行传》第1章12节到26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伊是第13个使徒。实际上，使徒这个字伫教会内底，对从来教会到现在，大概只有这13个尔，就是加一个叫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安尼尔。其他家己自称家己是使徒，就亲像我现在有看到某台湾人的牧师，伊当时叫牧师，我毋知影，伊会自称家己是使徒。事实上，我讲过，其实称做使徒并无啥物真大的意思，因为使徒本身只是代表上帝尔，伊是代表上帝的人，总是毋通安尼凊彩黑白伫教会内底自称，安尼会互人笑。就亲像江斯托德牧师所观察的，保罗伫遮其实一开始有一个自我介绍，伊这个自我介绍特别将牧人甲使徒做伙写出来，就显出伊卑微佮尊贵的身份。目的只有简单的一个目的尔，伊这个目的是毋望伊会当成做罗马教会所差遣出去，罗马这群基督徒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师，安尼尔。罗马书第1章第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圣经，做伙来读来。这个福音是上帝早前通过伊的众先知记伫圣经的应允。伫旧约内底，先知是传达上帝信息的人，所以有一个中文的翻译本叫做吕正中翻译本，直接将先知翻译做神言人，上帝所讲话的人。所以，请毋通误读，将先知读做是讲预言的人，真歹势哦，毋是哦吼。咱读到先知这字，请毋通互这字的中文翻译所误解。咱所读到伫旧约内底以及圣经内底所有的先知，拢是表达
是一个传达上帝信息的人。所以，假使咱也会当对牧师的话听到上帝信息，有可能我就是先知哦。上帝的信息，咱相信伊是真，所以伫现在、伫未来，拢会实现。所以是无毋对，有可能会讲到未来，总是迄个实现，毋是在伫讲话人的困难，毋是迄个实现是在伫上帝的困难。听我意思吼，所以请毋通误读，互即字的中文翻译误解。然后圣经，咱伫遮读到的迄个圣经即字原文的意思，应该是遐个神圣的著作。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伫遮是咧指犹太教的经典托拉。这托拉其实就是旧约的前身。保罗伫遮用简单来讲出伊所传的是可靠的，伊所传的福音是可靠的，是确实的。因为上主早就已经照着先知甲律法来讲起有关系着弥赛亚的应允。罗马书第1章第3节，刷来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伫讲起伊的囝，咱的主耶稣基督，对人性来讲，伊是大笔的后代。新学家认为保罗有可能是解写当时伫信徒中间流传的信仰个别这段，所以第3节到第4节是连起来。听有意思吼，我伫遮来拆开尔。第3节到第4节其实是有可能是当时保罗伫遮解写当时伫信徒中间因的信仰个别。这是上早的形式的信仰个别，所以保罗爱这个罗马的信徒会记住，恁逐摆检采伫敬拜内底，咧个别的耶稣，就是犹太人传统毋望要来统治上帝国度的受抹油的迄位，基督其实就是受抹油的迄位。罗马书第1章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圣洁的神性来讲，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国活，用大能力显明伊是上帝的囝。希腊文应该是做照圣洁的神。事实上，圣洁的神伫新约内底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真明显就是咧指圣神，咱后来拢来翻译做圣神。用圣神的角度来看，是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国活，然后死人中国活伫遮是原文是复数，毋是单数哦，是复数，就是真侪人的意思。所以保罗透过这字。事实上，甲《使徒行传》26章23节，保罗伫阿基帕王面头前的见证真类似。保罗要透过安尼指出，虽然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国活，总是伊的死要带予所有的人对死人中国活的毋望。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亲爱的兄弟姊妹。保罗透过一开始的信仰告别，要对咱讲这项代志。上帝开始这个福音，毋是使徒发明的，是上帝启示，伊派使徒任务去宣扬。所以保罗用短短几节的宣告，提起主耶稣的生，伊是大笔的后代，死个活。来说明福音的本质甲内容，就是耶稣基督。
伫保罗的见证内底，伊是有限肉身的存在，总是伊的国话要显明上帝的大气力。所以主耶稣的卑微甲尊严并存，两者甲大气力并重，这就是咱所相信的基督。伊两者总是满有大气力，伊道成肉身，互人高举。咱相信伊，咱的性命属伊，咱的主权也属伊。罗马书第1章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阮对伊得到恩赐做使徒，为着基督的名，要互万民信来顺叹。伫这段真特别的请安的上尾，咱来知影，咱读到的只是这张批的请安了吼。这张批请安真特别的请安的上尾，保罗提起一项代志，伊得到一个耶稣基督，互伊真特别的礼物，就是正做高举伊名的大使。使徒其实就是大使的意思。所以，伊是迄个上帝赐伊这个礼物，互伊来高举伊的名，互万邦各国的人相信伊。然后上尾两字真特别，旧的和合本翻译做“信服真道”，就是2010年的和合本翻译做“信来顺叹”。这就是咱今仔日的翻译“信来顺叹”。然后伫新约内底，这两字甲做伙出现，只有伫罗马书出现尔。然后伫罗马书出现，佫真特别哦。罗马书出现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以及罗马书的上尾，就是16章的26节。咱爱读到上尾，咱还会佫读到这两字夹起来。所以保罗透过这两字夹起来要讲啥？其实真侪学者有讨论。咱若对希腊文原文来翻译，叫做“信的听叹”，信的听从，信的听叹。然后这两字分别伫这张批内底出现真侪遍，加信这字就出现40遍。然后有无同款的意思。当然，咱日后会读罗马书的时阵，会具体提起。不过，新学家认为，保罗将伊线落去所要讲的内容，伫这个所在用这两字简单来描述。虽然这甲现在教会讲台顶头真侪讲员会讲顺服，就是得到福气。顺服就是蒙福，这种讲法真类似，可惜因引用的经文大部分毋是出对者。到底保罗伫这张批内底要对咱讲信是啥物货？检测会当对信这字伫希腊文内底真丰富的意思中间，咱会当读到一点啊。信这字的意思是啥物货？第一，是值得人信任的特质，所以咱会当翻译做信实，或是忠实的意思。就亲像咱读到马太福音23章的23节，耶稣咧责备文士甲法利赛人的时，伊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律法所重视的正义、仁慈甲信实。恁颠倒忽略，这个才是恁应该实行的。顶面遐个嘛毋通忽略。这是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的指责。伊指责文士甲法利赛人讲：恁真假，恁言行无共款，恁行袂出，互人值得信任的性命。换一句话来讲，这就是信息第一项，第一个意思。信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
因为特定的人、特定的代志、甲物件的苛刻所产生的信任。所以重点是啥物货？重点是特定的啥物人、啥物代志、啥物物件，会当翻译做信心，就是信靠。所以主耶稣去到加百农的时，伊拄到一个罗马的军官来为着伊的仆人求医治。这个军官既然对耶稣讲，只要你吩咐，我的仆人就会好。伊的仆人并无出来哦。所以耶稣是安尼反应。马太福音第8章第1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听了，感觉真意外，就对遐个缀伊的人讲：“我实在甲恁讲，连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我都要毋捌看到即款的信心。”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叫做信。信就是信心。信第三，搁较会当指因为信心所产生的威信。那安尼就会当翻译做信用，就是信念。罗马书第1章第6节，伫即张请安保罗罗马教会的兄弟姊妹请安，这段内底上尾，伊是安尼讲，伊是讲嘛包含恁遮的受选召、归属耶稣基督的人。一般认为，新亚家即摆已经会当推算，这张批是写伫主后56年，就是57年。然后保罗伫哥林多这个所在写罗马书这张批。当时罗马城这座城是全世界上大的城，当时住差不多100万人，这是当时。差不多罗马是上大的城，全世界啦吼。当然，即摆现在全世界上大的城不止啊吼，住不止遮侪人。不过当时罗马这座城住差不多100万人，其中可能有5到8万的犹太人。然后这群罗马的基督徒咧，其中这个信基督，除了信基督的犹太人以外，可能有搁较侪是敬畏上帝的外邦人，这记载伫《使徒行传》13章16节。所以，因虽然会参与犹太会堂的活动，因必然已经开始有固定的组织，总是一定搁较小群，差不多5万到8万的中间，然后搁较小群，偌侪人，咱现在。阁有真侪推算。虽然安尼，总是保罗学了因有即种信来听谈的本质。啥物货叫做信来听谈？就是因有一种愿意不分彼此。彼此是啥物货？其实古早的人分了真清楚，你的社会地位是啥？就甲什么社会地位的人做伙斗阵。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你是什么人，拢分了真清楚。其实到现代，咱嘛会真自然而然来分这种人。总是伫基督内底，咱拢愿意无分彼此，看彼此是得到上帝选召。受祝福的人，罗马书第1章第7节的尾段，这也是这个请安上尾的话语。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赐恁稳定加平安，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稳定加平安。稳定。在原文是运费的意思，其实是甲希腊人时常伫批信内底所写迄个祝福、愿、喜乐
是共音，在希腊文内底，伊是共音。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伫遮偷换概念啦，伊用另外一字来取代原希腊之字啊。然后和平咧，这社拢，这甲犹太人日常见面请安有关系。这是保罗真书信内底真标准的请安的迄个方式，总是这是一个真无正常的请安，因为希腊人袂安尼写，听有意思无？只有出现伫保罗的批信内底啦。咱读了真习惯，想讲当时人拢安尼写无啦。这叫做真无正常的请安的形式。保罗用恩惠或是恩典来取代了原领希腊之字，要显明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伫咱生活内底。咱无法度真正的喜乐，所以要有稳定，要有恩惠，才有喜乐。听有意思吼？伫请安内底，迄个社拢搁较显明，伊要讲的社拢，甲罗马帝国的罗马社拢、罗马和平完全无同。因为所谓的罗马和平，咱来知影罗马和平是当时。伫罗马帝国内底，世界拢看到的标语，这个标语是奥古斯都用极权统治、用政治军事的手段所带来的和平。罗马和平，因强调哦，你听我的就是和平，听有意思无？你听我的就是和平。总是保罗要同咱讲，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和平。无需要透过战争、压制、死亡来达成，是要透过上帝的恩惠，才有法度达成这个和平。可见，只有上帝恩典，才会当成就和平。克兰惠尔德这位神学家，近代神学家已经伫2015年过身。伊认为恩惠甲平安是甲上帝和好所带来的祝福。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伫这段上尾的祝福内底，伊更加个别恩典甲平安是对咱的病，毋是我的病哦，是咱的病。然后，这个病，咱的病，佫有一个另外真特别的个别，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的病是凯撒，是罗马皇帝，因敬拜嘛是罗马皇帝，所以透过这个真无正常的请安来宣告一项代志：上帝是犹太人甲外邦人的统治者，恩典对。主耶稣来，毋是这个执政者凯撒，各我的主要统管一切。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基督教福音所要宣扬的福音，超越过帝国甲种族的界限。保罗透过伊的批，这个真无正常、真无甲当时的批信完全无同的请安。伊穿过历史，要互咱见证着上帝迄个永远不变的计划，就是福音伫无共款的文化内底，拢会当互人听见。就亲像福音嘛会当来到台湾，来到现在，互人听见共款。直到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持续领受伊所赐的恩典。这恩典是甚物货？这恩典就是各我的主伫咱生命所显明的气力，体验伊所享受真正的笑容，
就是咱会当甲人、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愿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谢拢，真正伫咱中间，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互阮透过保罗这个真无共款，甲人真无共款的请安，要对阮讲，你所赏赐的恩典，教也愿用，是阮所领受到的恩惠。伫即时可能无啥共款，阮中间检采有人犹原为着家己的病痛，为着家己的性命咧挣扎，总是上帝，你要使阮有快乐，因为阮知毋是出对阮本身，是出对你，阮就有快乐去面对阮生命中的挣扎。阮知，阮要领受这个恩典，来伫阮生命中，互阮甲人、甲阮家己、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求上帝所赏赐的谢拢，就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大家来回应圣诗，圣诗375首，圣诗375首，就大声礼物，大声礼物，请起立吟全首。大声礼物，地铁快乐日子，表演什么元素来表达欢喜，来感谢主旨，纪念上主端午的欢乐名歌，表达我的敬尊，为过去感恩，有异常的前来，因在健康安安来实现美梦，为何在感恩？为他是为健康，为山高树边，花季的最平等，为民之感恩，技术人想为高，无论民之如何，难在为临高。得罪那言语，愿我拢为了靠主恩人保守，咱的天堂无穷，咱大这礼物，伫这快乐日子。言家的话表达咱心中欢喜，大家谢主旨，纪念主大恩条，奉献这首歌，表达阿乐尊崇。请坐，伊来奉献，请张春燕执事、黄定义执事来示献。
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希望高你圣殿，咸汤白白尊殿。虽然不达嘅苦情，我的甘那我所献。阿门。三甲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阮会当得到救恩，是因为阮出于信心来接受你做阮的救主。即阮真做你的囝儿以后，阮这一生要用信心来跑走阮的道路，互阮会当一生拢用信心来信靠你，互阮这个人生因为你得到丰盛，得到恩赐，得到恩惠。感谢你，在新春的内底，阮有缘献上阮淡薄的金钱来祝福你的圣工，求你来祝福阮所献的每一笔金钱，求你，互阮会当借着这金钱，会当来荣耀你，互阮的教会会当更加来宽阔阮的事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会众读两遍。阮对伊得到恩赐做使徒，为着基督的名，要互万民信来顺叹。罗马书1章5节，请。阮对伊得到恩赐做使徒，为着基督的名，要互万民信来顺叹。罗马书1章5节。阮对伊得到恩赐做使徒，为着基督的名，要互万民信来顺叹。罗马书1章5节。咱掀开第一面。下周的服侍人员，请咱预备心。有间的聚会、主日学的课程，请咱家己来看。奉献的明细若有订单，请向办公室来更正。咱掀开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1点，行政部会伫中昼12点半6楼办公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第2，小会伫下晡1点伫701召开，请小会员出席参会。第3，2月份定期中执会为书面报告，请各部将报告到办公室回整。下主日第1点，欢迎三星教会黄宝仪牧师前来本会正道加请安报告，请为三星教会礼拜的课堂来代祷加奉献。第2，传道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第3，妇女团契伫中昼12点半伫4楼礼拜堂伫遮来练歌。教界消息：2025会员好会伫2月23日举行，2场礼拜合并，上午9点半开始。会员名单请到4楼公布栏来查看。第2，113年第1学期入学金申请，请要申請的同學甲相關的文件交到6樓辦公室。
到3月初9截止。这消息，本会陈建章长老的二查某囝陈胜庭姊妹甲林宗义兄弟，定伫3月初8拜六上午9点半伫同教会4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敬邀咱管理，请为这对新人来祝福，并为婚礼场备代祷。后有设宴，要参加的参加婚宴的，咱到4楼遐登记。2月16截止。消息报告，请咱家己来看。请牧师介绍补充报告。来，我来补充报告几项吼。第一项是这个，咱今仔日有一位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姊妹吼，陆新芳陆嘛吼，对啊，伫咱中间，咱拍扑啊来欢迎伊伫咱中间吼，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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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平安伊的徛伫复兴路，就是现在就住在复兴路上了吼。听有台语啦吼，有啦吼，多谢欢迎吼，因为愿上帝帮咱夫妻吼，因为我跟你看姓陆对不对？安尼写对了吼，对嘛吼，那我真少看到这个姓吼，愿上帝帮咱夫妻祝福，互新芳姐伫遮附近嘛有上帝特别的祝福，嘛毋望新芳姐伫咱的教会受到大家欢迎甲接纳，愿上帝祝福甲新芳姐做伙伫地。第二项我来补充报告的是请咱为着今仔日咱有2个团契伫路口的服侍甲行程来祈祷。第三项是要特别请咱来关心这个女主新人伊随伫2月13号要开学，即摆现在阁需要有人会当来报名，所以假使咱若拜4的早起是9点到12点，咱的时间会使。要欢迎咱大家做伙来上课，然后这个上课的讲师拢伫顶头吼，连耶牧师甲李世煌牧师，然后因会做伙来读下面的这3讲册，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透过女主新人伊伫咱教会开课，真正有祝福，伫咱的教会互咱更较熟悉这个圣经的内容。愿上帝帮咱夫妻，然后我昨昏嘛甲白婉甲郑婷做伙有这个讲话咱求上帝特别扶持因带，透过因伫3月8号的婚礼，要祝福伫这个家族愿上帝祝福所以咱嘛欢迎咱大家会当报名。上尾是补充报告，就是咱伫3月7号，咱有这个世界公道日，所以妇女团契的世界公道日欢迎，因为拄好这边进行的所在是伫嘉南教会，所以欢迎咱的妇女会当报名，然后到时阵会当做伙去吼。愿上帝帮咱夫妻也祝福咱大家。中营圣诗387首，圣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咱请起立吟全首，愿请牧师祝祷。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家圣诗三位一体，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
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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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立倒，甲平安礼，请彼此请安，耶稣听你。